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你看，桃园结义山刘关张，桃园三结义刘备关公张飞。新营文化中心要表演呢，8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，台南新营文化中心呢，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演艺厅啊。刘备好像说西汉景帝的第几代孙呢？落寞的了，像这没落的贵族啊。你看呢，曾经卖草鞋，不过后来做蜀汉，三国里面蜀汉的昭烈帝，蜀汉的皇帝。